好多人都話一日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。但係呢句說話，對於我哋呢啲血糖高或者屋企有老人家有糖尿病嘅朋友嚟講，真係要打個大折扣。你知唔知有啲生果雖然望落去好天然、好健康，但佢入面嘅含糖量同埋升糖指數，分分鐘高過你飲一罐汽水。好多老人家喺街市見到啲生果又靚又甜，就忍唔住買。結果返到屋企食兩啖，第二日去驗血糖就即刻超標，嚇到成家人騰騰震。今日我真係要同大家好好傾下，有邊5種生果係我哋糖尿病患者或者係想穩定血糖嘅朋友，就算幾想食都要忍口，或者真係要少食為妙。我哋成日講醫食同源，食得啱就係補藥，食唔啱就真係變咗毒藥。尤其是而家2026年。大家對健康嘅要求越嚟越高，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糊裡糊塗。我哋先講第一種，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嘅心頭好，就係果皇柳口。你試下諗買，又係諗下去到街市或者生果鋪，陣陣許頭香味飄過嚟，真係好難忍。但係對於一個50、60歲或者已經有糖尿病底子嘅朋友嚟講，柳柳簡直就係血糖炸彈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柳柳咁近年近無話低 at 90，你食一粒細細粒嘅貓山王或者金枕頭，入面嘅熱量可能已經抵得過大半碗白飯。好多老人家覺得食生果唔飽，就一粒接一粒咁食，結果血糖直線上升。如果你係嗰啲平時血糖已經徘徊喺臨界點嘅朋友，2026年嘅夏天見到例係真係要行遠少少。即使真係好想試，最多只可以食一細盒，絕對唔可以好似以前咁，一個人食半個甚至一個。你要記住，low rye 嘅升糖指數係非常之高，入面嘅果糖同葡萄糖會好快被身體吸收，令到你嘅胰島素根本反應唔過嚟。講完流講，第二種要提嘅就係荔枝。廣東話有句俗語話：一顆荔枝三把火。但對於糖尿病病人嚟講，呢三把火唔單止係熱氣，仲係血糖上升嘅火。荔枝嘅含糖量通常超過20%，即係話你食10兩荔枝，入面就有2兩係純糖。最危險嘅係，好多人中意喺夏天一邊睇電視一邊剝荔枝食，一唔小心就食咗20-30粒。荔枝入面含有好多果糖。雖然果糖唔會即刻令你覺得血糖飆升，但佢會增加肝臟負擔，長遠嚟講會令到胰島素抗性變差，對二型糖尿病患者嚟講非常之不利。而且荔枝食得多會引起荔枝病，即係低血糖反應。聽落好奇怪，點解食甜嘢會低血糖？因為短時間內攝入太多果糖，會刺激胰島素大量分泌，反而導致血糖波動得仲勁。所以如果你係50幾、60歲嘅銀髮族，買位見到啲妃子、笑或者糯米糍，真係要忍一忍手，為咗個怡善，諗下少食為佳。第三種生果，好多人都覺得佢好健康，仲好有南國風情，就係芒果。芒果雖然有好多維他命 A 同 C， 但佢嘅糖分絕對唔可以小覷。一個大芒果嘅含糖量可以高達30幾甚至40克糖。好多香港人中意食芒果糯米飯或者芒果甜品，呢啲直情係糖尿病嘅大忌。芒果屬於高 GI 生果，食完之後血糖升得好快。如果你本身已經係60幾歲，新陳代謝慢咗，處理糖分嘅能力下降，食芒果真係要好小心。尤其係而家啲改良品種，好似愛文芒或者菲律賓呂宋芒，甜度越嚟越高。我哋喺街市買嚟嘅時候，見到啲芒果熟到流蜜，嗰啲就最危險。如果你真係好想食，建議你只係食1/3個，而且要連埋一啲高纖維嘅蔬菜一齊食，咁樣可以稍微減緩血糖上升嘅速度。第四種要講嘅係西瓜，好多人會覺得奇怪，西瓜唔係90%幾都係水咩？點解糖尿病唔食得？冇錯，西瓜嘅水分係好多，但佢嘅升糖指數喺生果界入面係數一數二嘅高，通常去到72甚至更高。
即係話雖然佢每百克嘅糖分唔算最高，但因為佢啲糖分係溶解喺水入面，你一飲落肚，身體吸收得極之快。通常食完西瓜之後嘅15到30分鐘入面，血糖就會出現一個高峰。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，血糖嘅劇烈波動比持續高血糖仲要傷血管，所以夏天消暑唔好依賴西瓜。如果你真係要食，只可以食一小塊，大約係你手掌咁大嘅一片就夠啦。千祈唔好用匙羹挖嚟食，因為咁樣你根本控制唔到份量。最後一種要提醒大家嘅就係提子，尤其係而家好流行嘅香印提子或者黑提。呢啲提子甜到好似食緊糖咁，其實佢哋嘅含糖量真係可以去到20%幾。提子最危險嘅地方係佢細細粒，容易食。你可能一邊傾偈，一邊就食咗一大串。你想下，食10粒提子同食1粒蘋果，前者嘅糖分密集度高好多。對於一個70歲嘅老人家嚟講，血管已經比較脆弱。如果成日咁樣衝擊血糖，對眼睛同腎臟嘅傷害係好大嘅。所以我哋去街市買嘢嘅時候，見到啲提子幾靚都好，都要提醒自己呢啲係濃縮糖分。講咗呢5種生果，唔係話叫大家一世都唔好食，而係要知所進退。糖尿病病人其實係可以食生果嘅，但要減低 GI 嘅，好似番石榴、青蘋果或者奇異果，而且食嘅時間都有講究，最好係喺2餐之間食，唔好喺飯後即刻食，因為飯後你嘅血糖已經升緊，再加生果落去就真係火上加油。我哋係2026年追求嘅係一種智慧養生。去街市買係嘅時候，要學識睇標籤。雖然生果冇標籤，但你可以用眼睇。越熟越甜越軟嘅生果，通常糖分同 GI 值就越高。我哋銀髮族要食得清淡，唔單止係講緊少鹽少油少糖，都係重中之重。你可能會話人生苦短，呢樣唔食嗰樣唔食，仲有咩樂趣？但係你要諗下，如果你因為一時之快食壞咗個身，之後要睇醫生、打針、食藥，嗰種苦仲難受。其實健康飲食係一種習慣，如果你平時食得太甜，你嘅味覺會變得遲鈍，越食越甜。試下慢慢減糖，你會發現原來生果本身有一種清香，而唔係單純嘅死甜。我哋喺廚房準備嘢食嘅時候，都要發揮智慧，例如將生果切細份啲，同屋企人分享，咁樣每個人食少啲，但又可以享受到嗰份滋味。糖尿病係一個長期作戰。我哋唔可以跌入嗰啲生果係健康食物，所以可以食好多嘅陷阱。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，有啲人食少少西瓜，血糖就飆；有啲人可能反應冇咁大。所以最好嘅方法係自己喺屋企測下血糖，食完某種生果之後2個鐘測一測，你就會知自己個身體頂唔頂得順。呢個世界冇一種嘢食係絕對唔食得，但係要有分寸。我哋呢啲追求養生嘅朋友，一定要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。去街市唔好只係聽檔主話呢啲生果甜到漏就去買。對我哋嚟講，甜到漏其實係一個警告信號。我哋幼後嘅係嗰啲新鮮、多纖維、糖分適中嘅選擇。喺2026年，科技雖然發達，但係身體仲係我哋自己嘅。無論醫學點進步，預防勝於治療，呢句說話永遠都係真理。糖尿病病人要控制好血糖，唔單止係為咗自己，都係為咗唔好令屋企人擔憂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係糖尿病患者，或者係50幾歲開始要關注健康嘅年紀，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。我哋一齊喺街市買喺嘅時候，互相提醒，喺飯台上面互相監督，呢種先係真正嘅友誼同關懷。最後，我想再提醒一次，呢5種生果：榴擠、荔枝、芒果、西瓜同提子，真係要少食為妙。如果你今日聽完我講，下次去街市買菜嘅時候，見到呢啲生果，會諗一諗，會縮反手，咁我今日講咁耐，就真係值得啦。我哋要食得健康，唔好中伏，
將養生嘅智慧融入每一日嘅生活入面。記住，健康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係每一餐、每一啖、每一個決定累積返嚟嘅。希望大家喺2026年都身體健康、血糖穩定、食得開心又放心。其實好多時，我哋對生果嘅誤解係源於一種根深蒂固嘅觀念，覺得天然就係好。但係大家要明白，而家我哋喺街市見到嘅生果，好多都係經過人工選育，為咗迎合大眾口味，專登培育到好甜、好小核、皮好薄。呢啲現代生果同我哋幾十年前食到嗰啲已經完全唔同。以前嘅生果可能帶點酸，纖維仲粗啲，對血糖嘅影響冇咁大。但而家嗰啲簡直就係天然嘅糖果。所以作為糖尿病患者，我哋更加要與時並進，唔可以用舊嗰套觀念嚟睇而家嘅食物。講到尾，飲食要清淡，食得健康，呢啲說話聽落好老土，但真係保命嘅符咒。2026年，我哋有更多嘅資訊去了解食物嘅真相，就更加應該做個聰明人。去買海嘅時候，多啲同檔主傾下，邊啲生果係當造得嚟，又唔會太甜，或者揀啲仲未完全熟透、GI 值相對低啲嘅。幸活智慧就係喺呢啲細節位度體現出嚟。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個生果盤，唔好等醫生開口先嚟後悔，自己主動掌握健康嘅主動權。如果你發覺最近血糖唔係咁穩定，不妨回想下係咪最近食多咗呢幾種生果。如果有，咁就試下停一停，或者減份量，睇下血糖會唔會改善。我哋每個人都係自己健康嘅第一負責人，加油！我哋一齊努力喺健康嘅路上面如行如穩。